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6个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甲2个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2个本土病例，一个是防疫旅馆水电外包人员，一个是伫澳洲确诊印尼技术因厝内底人。目前这站群组感染已经有26个人去未着。 华航落户地群聚事件，搁增加2个本土确诊的个案，是防疫旅馆外包工作人员，甲伫澳洲确诊的华航印尼籍技师做伙住的亲人。指挥中心表示，案号1145是台湾籍40多岁的男性，4月7到4月28期间，除了休困以外，拢伫咧落户地饭店做工课。28捌有家扫的症状，30去诊所互医生看，5月7伊采检确诊，也若案号1146，最近无出国。 伫印尼籍技术确诊了后，4月2日就互科内做居家隔离接触者，嘛有做采检是阴性。不过伊4月30分数小可航航流鼻水，然后无爽快，伊感觉无介严重，就无通报。卫生单位考虑到引导其他的人拢已经确诊，5月7日佫安排伊做采检，结果确诊。掌握个案的接触者23人，其中20人列为居家隔离，3人列为自我健康监测。足迹我们现在正在疫调中。 到目前为止，这波疫情累计已经有26个本土确诊的个案。指挥中心推估，源头应该是外籍技师伫外国防卫着，入来台湾伫检疫旅馆隔离的时阵引起的群组感染，所以针对饭店的环境彻底做采检。432件环境检验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 总共我们有3波，第一波39件，第2波103件，然后第3波有2天，总共采了432件。那环境的部分，我们大概采的都蛮细的，那每一间房间都有采，好，那都阴性。为着互外籍、甲国际航空机组员，也有航空公司的员工，甲一般居家检疫者会当分流。指挥中心嘛宣布，外籍的机组员，因的防疫旅馆会以1间为原则。 国际航空机组员，因的防疫宿舍是由民航局来规划专职防疫旅馆，目前暂定是由落户地饭店继续来负责。国际航空的机组员入境之后，过去他们都还会是去到公司完成这个工作任务的结束，再到防疫旅馆或回家1人1户的这个居家检疫。那这一块，我们请民航局协助2家航空公司，能不能把这一道的程序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做检讨？ 另外，因为印度新冠疫情持续咧压悬，除了进前公布的台湾籍，甲有居留证的民众入境了后爱集中检疫14天以外，指挥中心嘛佫扩大入境的限制。为5月7日开始，14天内有去过印度的人，也有非台湾籍的人士，一律是暂停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华航诺富特群组感染持续扩大，确定病例已经增加到26个人，因去过所在伫湘北，包括捷运、公车、便利商店拢有。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波疫情已经要挖社区感染，5月中进前拢是警戒期，乡亲一定要做好接洗手、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 华航诺富特群组感染事件已经牵连到6个家庭，有22位确诊个案。 已经超过报着桃园群组事件的21个个案，卡点是跨越湘北，所在包括捷运、公车、桥商。指挥官陈时中随时讲，已经挖滚社区感染。当然是在社区感染的一个边缘哈，只是我们把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一个家庭内同住家人的亲密接触者，其实离社区感染已经很近了。感染科医生讲。 对这群疫情来看，台湾的病毒是比咱想的还更加多。若是出现热点爆发，疫情就真歹控制。好在在这么疫情也未跨出家庭。严格上来讲，家庭感染就是社区感染的一种，只是它是一个你可以比较容易限制住的社区感染，因为还局限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团体。所以台湾现在是社区感染的第一步啦。那再来就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让它变成一些跟你都不太熟的人都可以被感染。 目前华航货机的驾驶呢，有好几位呢身上都已经出现 IgG 抗体阳性，但他目前又没有明显的那个症状，那个核酸检验也是阴性的，表示这些驾驶呢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发生感染。那既然感染又没有被发现呢，很可能他会把这个病毒散播到社区去。 指挥官陈时中讲，这礼拜2就是母亲节，业者甲民众爱做好实联制，
确保降压接触者。华航诺富特事件伫咧5月中进前拢是警戒期，即马社区确诊的拢是第2波的亲密接触者，也就是带做伙的家人。若是出现抗疫以外确诊，观察期就要延长。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昨昏台北市大安区五龙义警中队举办交接典礼。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等一寡头人拢有去参加，结果餐厅却予人等大量的家抓热烧，真恐怖。到底是谁遮好打？目的是啥物？敢是对警方呛声？警方已经在侦办。规涂骹的家抓四过白，互人看了起过母皮。初三暗，台北大安区的乌龙义警中队交接典礼办伫中山区一间餐厅，包括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甲新北警察局长吴宗林，抑个双北市几多位议员拢受邀参加。有2个查甫人摕规堆的家抓等咧柜台。然后在上楼梯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楼梯上全部都是蟑螂。然后就上到这个2楼的这个接待大厅的时候，就发现遍地全部都是蟑螂，然后有点像是那个蜜蜂群集的那样子的状况，整个地上全部都是整片的蟑螂，非常的恐怖哦。家抓四过白，餐厅员工想要用卡动，现场是混乱和可怕。合估的中山分局警方已经介入侦办，警政署也讲，若有必要会由刑事警察局支援，维护犯罪者挑战公权力。那后来呢，我助理才发现说，哦，原来刚刚他在楼下等我的时候，刚好看到有2个非常年轻的男生，年轻男子从他面前这样子跑过去，然后跑去骑了摩托车就逃走这样子，所以应该就是这2个人所为。最近发生上山分局乌衫人占电脑事件，一个北投调解有涉毒，互外界对这边破家抓的代志加做联想。内政部长徐国勇暗时伫 FB 强调，除了是只是检索查明原因，也全面性的处理，包括抢毒这款不法行为，绝对袂互不法分子挑战公权力。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中仑派出所发生穿乌衫的走入去派出所乱，礼拜夜时警方已经把监视器的画面救回来。内政部长徐国勇看煞，认为警方处理的方式有问题，一切要依法处理，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外界即嘛积极讲，为什么警方无用现行犯，甲含电脑摔椅仔的这个人当场抓起来？前中仑派出所副所长是表示，因为当时无看到，才放因走。台北市上山分局吴依林集团，初日警方公布吴依林弄入派出所公害电脑的96秒关键影像。外界质疑为安怎警方无以现行犯逮捕？前中仑派出所副所长严明心早起中会现场说明，案发时伊拄啊困醒，和查明了就无看到电脑被公害。是屏风挡到的，然后那时候因为刚睡醒，整个状况他嫌犯所做的动作确实是没有看到。就当下我就把他驱离开来了，因为当下事实不明确，所以我只能做当下的处置。伊直看到电脑屏幕落伫涂骹，甘民心问当前却无人表示有看到讲电脑的行为，只好就当下处理先管理。高调派警力警戒，内政部长徐国勇看完影片了后，认为警方处理有真大的欠点，后续将由督察政府单位依法处理，绝对袂暗藏损失。那这个影带看了以后，我是觉得。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些瑕疵，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有责任谁就要负责。我不是要陈局长交出手机，我是善意建议如何才能自清。警政署长陈家志澄清要求北市警局长陈家昌交出手机是善意提醒，目前陈家昌的手机已经交予北检侦办。陈家昌早起到台北市议会报告，强调家己绝对无包庇暗藏案件，已交地检署专案无羁押关系。你们相信的都有道理，不相信的也有道理。好，整个案子我们并没有包庇，也没有掩饰，也没有护短。那至于其他这个江湖险恶啦，还有这个上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原本今年3月，陈家昌到下当界定退休，不过今年议会提出开议，佮发生经济问题，伊表示会坚守到退休。佮强调家己袂妨监听，针对最近各界对经济风波批评，徐国勇认为无需要讲伤过超过甲调工抹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会落阵雨。咱来看云图。今日伫东半部金门马祖有局部地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冬了后，山区会落阵雨。今日西半部高温有30度至33度，
若东半部高温是28度。明仔载方面会通过，日时开始影响咱台湾，也毋过到暗时就会离开。中部以北雨会较明显，也毋过这波方面毋是真正的黄酸雨方面，所以雨水量无介济，对解除考旱帮助有限。另外，伫今仔日，金门、马祖到大王会影响能见度。顶个月，香港科技大学的团队去南投仁爱乡，发现台14线甲投85线，真侪所在拢囤真侪粪扫，连溪水内底嘛有粪扫。有学者即马就烦恼讲，粪扫影响环境会污染水源。为天顶看落去山脚骹有真侪粪扫堆满规个山脚，若亲像一座水枪车。行较我甲看是如汉高，毋若是一地一地粪扫，连家具、碰床也拢看会到，互人实在毋相信这是台14线往落山的路边山脚。最主要是说他们在有一些车子可以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山谷或者桥旁边。最主要的还是当地的农作物，有一些感觉起来好像也是民宿业者。顶个月中，香港科大研究团队出动空翕机勘察山南环境，发现毋若是往落山的台14线，包括南投85线乡道的山脚周围，甚至是顶流的马海坡溪高沿线，粪扫拢互人等甲满满是。因为部分地区较狭，佮罕得有人，就就安尼真做粪扫的水枪车。当地学者表示，即寡地区伫雾社水库顶流的集水区，水质可能也受到影响。会倒垃圾的人，他通常有一个观念。他总以为说，只要下一场大雨，这些垃圾就会被冲走。其实这个垃圾并不会被冲走，它顶多只是从山上冲到溪谷，冲到下游，但是它的污染其实都一直还在。学者表示，顶流的塔罗湾溪因为欠水，水流是变甲真细港，水质污染的问题可能就更较严重。除了爱甲粪扫量较侪地点整理出来，定位坐标甲描述环境，提供予环保单位加强监控。官府也表示会加强清运甲巡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调解油这个案引起社会关心，嘛影响民进党的形象。民进党主席马总统蔡英文拜五时打算要找全国地方党部的主委去党中央开会，来检讨入党排除乌道的条款要安怎落实。来看中国时报，7国嘅集团 G7 外交部长会议伫英国伦敦举行，会议开始进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日本的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双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伫处理中国有关的问题顶头要加强合作，嘛要维护台海稳定甲和平的重要性。这嘛是美国甲日本最近已经第3摆强调台海和平。来看联合报，5月初3昨昏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记者协会公布上新香港新闻自由的指数，分数是创下8年来新低。记者协会是讲，政府无爱听的话袂使讲，若是讲会互算总效，所以即马无人敢讲话，影响香港的言论自由。来关心机场防疫旅馆军事检检继续在探，进前去会到的防疫旅馆内底的帮部主管，嘛为何因厝内底人？伊的查某囝4月26到28这段时间，有坐公车、坐捷运，嘛有去大卖场，目前这所在拢赶紧的消毒。本公司将于此刻提早打烊，全面消毒。1136例就是1129例60外岁女防务部主管的查某囝，指挥中心公布4月26到28天，往返客家公司详细疫调卡车。26日早7点外坐57公车转坐8节为定客站到西门站，各转235公车到新市乡站，暗时将近7点各坐22号公车为永和中心街口甲捷运西门站。暗时7点半，过到72度 C， 所回健康餐食饭，隔工27早起7点40分，各坐5号公车，转捷运到西门站了后，各转坐22号公车，到捷运新市乡站。暗时8点北到家乐福中货店买物件，28早起，各坐57号公车，转坐捷运，各转坐637号公车。暗时7点37分左右，各坐22号公车，转262号的公车去永和的大新街。另外，最近网络传出伊捌去华东旅游，但是拢强调毋是传染期。
像什么普悠玛还是哪里的足迹，可是那时候他可能连染病都没有，所以还是用指挥中心公布的为准。伊的脚只要出现永和顶溪捷运站、甲乐华夜市边的餐厅，不止乐华夜市自治会要启动金条管制控制人数伫1000人以下，附近的永平国小今麦开始暂停开放社区民众进入校园。决定要取消这个星期六的校庆的一些庆祝活动，我们就另外择期再来办理。另外一名港大的家属，饭店女主管的后生，1134个疫苗卡者，台北市长郭伯特讲出，伫成功大楼上班。台北市卫生局表示，5月初时已经做周边环境消毒。新品客运北捷甲台铁拢表示，每班车要出车进前，拢会无定时消毒，也要求乘客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印度疫情真热烈，咱经济部甲外交部已经证实讲，已经有20多个伫印度的台湾人去挖着，其中有1个人死亡。目前大约有100个的台商留伫印度，嘛已经协助20个个想要转来台湾的人，会当坐飞机转来台湾。另外，讲有要撤侨，外交部是讲，目前咱并无即个案算，台商嘛认为撤侨转机风险颠倒大。印度疫情继续升悬，连续3天的确诊人数拢超过30万人。经济部甲外交部陆续证实，已经20多回滞留伫印度的咱国民众确诊，1名台干过身。目前掌握有150名台商台干留伫印度。这113家台籍企业里面呢，大概有150个台干还在印度。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撤退计划？那因为他这个疫情的情况，有些台商反映，他说不动还比较安全。他说现在出印度，即使到机场的路上，到机场上飞机本身都很危险，所以如果他是轻症的话，他宁可留在印度。外交部，我们根据驻印度代表处的评估认为，目前还没有要撤侨的必要。台商跟侨民如果有安排包机返国的需求，那外交部跟我们驻印度代表处会全力的提供协助。面对印度疫情一直恶化，初三外交部也紧急开会建议，经过评估目前无撤侨的必要。到初三为止，驻印度代表处已经协助25位侨民转机平安回来。印度某马台商会长詹小丽指出，撤侨伫印度新德里转机风险悬，若要撤侨，更加毋望政府会当互当地医疗援助。撤侨班机只能会安排在我们的首都就是新德里这个地方。再就是说，坐班机这一段路，其实飞机上也是感染机会也是相当高。其实出去是可以出去，但是店面的话，现在是因为怕人潮在拥挤的状况下，所以它是规定开放超市啊，开放7点到10点可以去购买这样。目前印度各城市管制状况无同，大约10个省宣布封城，也是宵禁限制。未少台商采取地处办公，有台商伫网络提出一张印度塔纳塔卡邦为24天的封城通知，除了大众运输甲服务业停止，食物甲水的供应正常，店家药局也会伫特定的时段开放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即卖搁咧传。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53亿例，死亡人数有32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145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6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的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00万例，印度是要挖2000万例，伫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3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1万例。即阵印度的疫情是真热烈，逐天死亡病例拢超过3000例，嘛已经连续12天确定病例，逐天拢超过30万例。虽然印度的疫情遮尔严重，不过印度地方选举嘛是照常举行。印度新冠疫情也未有转好的现象，初二过一天新增加3689例死亡，是从疫情爆发以来上济一天。除头增加的确诊者，和医疗体系是记载袂掉，未少患者因为去签着治疗全死亡。上述药啊甲疫苗真欠缺，和确诊者甲死亡人数持续欠悬。虽然当局有伫首都新德里搭临时病院，不过因为欠上述，所以无法度甲患者做治疗。另外，伫前线医疗人员，就算亲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所以要是加紧加咧，就要继续来治疗患者。And see the agony of other people because I had been through जो situation था。
在疫情真严重的情形之下，印度哪像是人间的地价同款，世界各国赶紧提供医疗救援的物资，甲制作送货的机器来甲因斗相共。也若当局是以海陆空等等运输工具，甲送货送去重灾区。毋过，伫各界投入资源处理疫情的时阵，西面加拿邦所有民众无顾疫情，做伙伫遐庆祝。支持者甲旗大声喝休，无咧要印社交距离，伫大路庆祝选赢。印度地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出来啊，在野党草根国大党伫西面加拿邦摕到3分之1的席次，拍败总理莫迪所带领的印度人民党。যেহেতু কোভিড ইজ মাই ফার্স্ট প্রায়োরিটি, কোভিডটা বাড়ছে, আমরা কদিন ধরে কাজ করছিলাম এবং কর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莫迪政府无重视变种病毒的威力，积极投入选战。在今年2月份到3月份举办侪大型造势活动。不过过无偌久，印度疫情就全部失去控制。败选的结果嘛，反映出印度的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也若莫迪即马除了爱处理疫情的问题，接落来佫要面对政治的考验。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德国昨昏宣布讲，因掠到全世界上大的移动射精平台，而且有掠到4个嫌犯，而且佫讲因是用乌网络，意思是讲要用专门的软体、特殊的授权，对电脑专工做设定，才有法度连起无政府的网络区域。这款乌网络真恶劣。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办公厅甲联邦警察最三发共同声明，讲查到有超过40万成员的全世界上大暗网移动射精平台南海城。这个平台至少伫2019年6月就存在，4个伫德国7个所在掠到4个嫌犯。Die Ermittlungen der deutsch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richten sich gegen 4 Männer. 3 Personen konnten in Deutschland festgenommen werden. Eine Person wurde auf Ersuchen der deutsch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in Paraguay festgenommen. Gegen 3 der Personen besteht der Verdacht, Administratoren der Plattform Boys Town gewesen zu sein und in dieser Funktion die Plattform eingerichtet zu haben, die Infrastruktur betrieben zu haben, sich um die Mitgliederbetreuung gekümmert zu haben. Und die 4. Person steht im Verdacht, als einer der aktivsten Nutzer von Boys Town. 警方已经要求引渡伫咧巴拉圭的嫌犯。联邦内政部长泽霍夫讲，无论是伫咧网络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伊个暗中欺负弱势人，免想讲有所在通避。有乱动片的人，就这个平台交换观看儿童的色情相片甲影片，而且伫全世界传，其中大部分拢是查甫囡仔。检察官讲，因发现上严重的是对儿童的性虐待。Die Plattform Boys Town war auf den weltweiten anonymisierten Austausch von kinderpornografischen Inhalten ausgerichtet. Die Plattform war in einen Forenbereich und mehrere Chatbereiche unterteilt. In dem Forenbereich wurde das inkriminierte Bild. 这件案件是由德国的警方负责调查，甲欧洲刑警组织合作，并且跨国家荷兰、瑞典、澳洲、美国加加拿大等国家经过几多个月调查才破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甲伊的小妹金宇正批评南韩记载脱离北韩的人伫两韩的边境做反对北韩的宣传。北韩嘛批评美国把北韩当作敌人，北韩一定会做出应应。由拓跋者组成的自由北韩联合会，顶个月25到29，伫韩国瓦辉军事区 DMZ 的京畿道甲江原道2个省份，用气球送反共的传单到北韩。北韩上悬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用朝鲜劳动党宣传省团部副部长的身份，透过官方媒体批评韩国政府虽在拓跋者迫害两韩的关系。 우리는 이미 쓰레기 같은 것들의 망동을 묵인한 남조선 당국의 그릇된 조사가 북남 관계에 미칠 후과에 대하여 엄정히 경고한 바 있다. 우리는 남쪽에서 벌어지는 쓰레기들의 준동을 우리 국가에 대한 심각한 도발로 간주하면서 그에 상응한 행동을 검토해 볼 것이다. 也若对美国方面，北韩嘛批评拜登政府对北韩维持敌对政策，以美韩联合军演对北韩起事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彻底接受电视的专访，呼吁北韩以正面的态度看待双方的关系。Our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is not aimed at hostility, it's aimed at solutions. 韩国政府方面并无任何表示，统一部的官员讲，韩国反对任何造成朝鲜半岛紧张的国家甲行为。韩国中央日报分析统一部的意思，就是甲造成紧张的责任，撒予南北双方以外其他势力对拓跋者团体发传单的行为。文在寅政府改变进前点点准许的态度，照南北关系发展法，命令警察单位严格来调查出地对北韩发传单的团体。
文在寅总统的任期剩10个月左右，北韩国会安怎出招？美中韩各国如果要安怎应变，拢互朝鲜半岛的局势增加更较侪变数。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Microsoft 创办人比尔盖茨伫推特宣布讲，伊要甲伊的太太梅琳达离婚，要结束27档翁仔某的关系。两个人的财产有新台币3.6兆，安怎分正做焦点。虽讲因无要做翁仔某啊，也毋过未来主线事件的部分，因会继续合作。来关心美国疫情转好，纽约州长是宣布讲，大部分的所在伫5月19要重新开放。其中，纽约市的地下铁对17开始就要恢复24点钟通车。来看印度疫情严重，各地头的医疗卫生系统崩盘，医疗人员的考试即嘛延期，因为欠医护人员，所以实施要医护人员各部长爱直接去第一线对抗病毒。来关心咱台湾想要买飞水药厂的预防车，也毋过看起来机会无悬。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可能买无啊。也毋过美国生产的莫德纳预防车应该买有。啊，那咱家己国产的预防车，即嘛是望7月底会当上市。国内目前只有 AZ 新冠疫苗到货，毋过未少人对 AZ 信心无够，也咧期待其他厂牌疫苗。毋过，陈时中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讲出，台湾买辉瑞 BNT 新冠疫苗，强要是无法度搁减少，正是即马甲原厂拢无联络咯。即马今年期待其他厂牌疫苗如期到货。辉瑞在目前来讲哈，几乎已经是好像没有办法辉瑞确定没有了，延续了哈。500万，那我们还是要确认这个莫德纳能够照着原来的时间能够进来，干扰的比较少哈。莫德纳对，因为那个是在美国产的。指挥中心进前表示，莫德纳疫苗会伫这个月到货，国产疫苗有机会伫7月底注掉。消息表示，目前国内2间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厂商，拢顺利完成第2期修案，其中高端的第2期已经做完超过目标3500人，连亚是伫个6道人做的速度较慢一寡。有9个月中已经做完第2期，所以就等双盲测试结果，若确认保护力甲安全性无问题，搁进一个申请紧急授权，要拼7月正式。第2期的数据都还没有出来啊，然后我们都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啊。我们其实，每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或者是试验结果出来，我们都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台湾的疫情不会因为这一波，比如说这一波的冲击暂时消失了，台湾就是绝对安全的。最重要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啦。自己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把疫苗打了。国内 AZ 疫苗公费自费有58000多人已经做啊，注射率无到20%，目前疫情升悬，感染科医师呼吁，高风险族群应做疫苗自我保护。指挥中心是表示，检视自费疫苗有药状况拢袂歹，会协调医疗院所加开门诊，互民众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国内疫情有较紧张，华航机师甲机场防疫旅馆群组感染持续咧扩大。伫也未防验出变病进前，有一寡确定病例去过地方诊所，嘛去坐过大众运输。目前，敢若伫台北市有252个人放伫做居家隔离的对象。台北市长郭文琪是讲，这个数字创下新高。目前台北市防疫措施未成依次秋冬专案的规格。也毋过伫新北市，侯友宜已经宣布讲要提高防疫标准，未来3礼拜伫新北市老人用餐会改做包顿去食。疫情阁升悬，初二阁增加4个本土个案，卡掉遍布台北济份公车甲超商。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消毒，阁展开疫调。台北市伫厝隔离人数达到252人，创下新悬。疫情来到真凶，加上5月有母亲节、开斋节甲台北灯节，节日真济。台北市政府防疫敢是要全面升级？市府决定维持去年秋冬专案暂时无升级。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如果有问题的话，才升高防疫的层级。不可能在前3天跟你说停办，那所以原则上是我们朝着继续举办的方式去准备，但是随时可能跟你停掉。
郭文迪强调，目前北市防疫有3阶段，若讲有本土感染不明案例，才会启动后一阶段防疫，呼吁市民挂好喙罨，设来一回维持10连制。华航诺富特调兵卡鸟也去过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新北防疫升级，未来3礼拜老人供餐改做炸顿机。新北永和永平国小附近确诊个案去过餐厅，学校宣布拜六停办校庆。侯友宜阁增加校园防疫，宣布校庆园游会活动禁止卖食的物件。不管有没有取消，起码我们一定要做到几点。学校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除了要掌控人数以外，所有的园游会有吃的，这个不可以办。新北市防疫升级，除了设来集会采10连制，适合1000人以上，需要保护卫生局甲消防局核准。公车消毒密度也会每4点钟改做每2点钟消毒一摆。防疫旅馆已经全部检视完，8大场所严格落实挂喙罨，列出地处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对象，拢爱完整追踪列管，一个拢袂当漏交，防止疑似社区感染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桃园市是头一个受冲击的所在。桃园即马已经决定要有关社区的防疫结束，到大人会去消磨时间的所在，会先关2礼拜。若台南甲嘉义即马已经要求大卖场、市场袂使试食。高雄的部分已经伫港口甲机场附近要设注射站，加强防疫。受技术染疫影响的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群组感染，确诊人数连续增加。目前桃园疫情风险有2个，1112例70外岁老人捌去舞厅、路边课程等，卡正情况。隔离控的对象都超过200人。桃园市已经提升社区防疫等级。为了提高社区的防疫等级，那我们今天决定在2周，在5月16号以前，那市民活动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就暂停开放这个租借跟活动。桃园市长郑文灿要求提悬大众运输消毒密度，卖场挂喙罨，全市大型活动管制到5月底。因应疫情拓开，加上台湾用要是一日生活圈，不止桃园各县市拢提升防疫的规格。10连制包括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进来的人一定要有姓名，还有这个联络的方式，好，包括手机等等。户外的大型活动，那只要这个上千人，我们就会采取这个严格的要求戴口罩。另外，台南甲嘉义市也宣布，市场甲卖场这场所禁止试食，店家收到消息也全力配合。即摆拢袂使试食啦，即摆拢袂使试食。另外，边境搁较注意，高雄市府伫高雄港甲小港机场拢有疫苗注射站。原本顶个月29，2名住的人数加起来才128人，按过疫情拓开，初三2名住的人数拢超过100人。特别是第一线工作人员全部赶紧来住。我们大部分都第一线嘛，工作上当然有需要啦，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吧。大家的危机意识有提高上来，因为在桃园发生的事情，高雄不可能说永远不会发生。个人疫情升悬，加上年假拄结束，各各县市唔敢代志，除了宣布防疫措施提悬，也是观光景点这人较侪所在，也看到工作人员夜班啊，宣导挂喙罨，就惊正做防疫的空项。记者综合报道。5月份爱报税，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财政部是头一届开放会当用手机报税。有手机有网络就会当报税。财政部是呼吁讲，这资料无遐尔复杂的民众，会当利用手机来报税较利便。今年财政部头一届开放用手机来报税，而且免限制国税局敢有上班，民众只要输入电信业者手机的号码、户口簿啊，或者是行动身份识别3项经一项，验证了后写基本资料就会当来纳税。不过，就要注意，手机的门号都要是纳税人伊本人。未造型的号码，认证的过程当中嘛要甲 WiFi 关掉，用行动数据来联络咯。若是民众申请延期、分期纳现金的，或者是新增加甲修改配偶、扶养所得、扣除额等等，要是爱用电脑或者是现场来报税。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的统计，为顶礼拜六5月初1到今仔日半暝3点，全台湾已经有288000户完成报税。
缴税服务网去做行动电话认证，再输入所谓健保卡号，你就可以完成认证。甚至你就连我们所谓4大超商 kiosk 去所谓的验印查询码这个动作都不用做了。另外，财政部这届嘛，甲基本生活费为原本一个人17万5，改做18万2千块，调悬7000块，嘛推出纾困的措施。若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地主收入减少，民众无法度伫咧申报的期间做一届6000，嘛会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纳。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嘛影响咱地缘饲毛的外销，虽讲农委会对去年开始有补贴运费，不过业者烦恼补助特别到期。另外，最近咱地缘加工的毛鱼，伫日本是拼袂过中国下价竞争，所以政府嘛想办法来倒销。以香香甜甜的酱来烘的蒲烧鳗，互人看起来真想要食。为着要推广国内毛仔，农委会业署甲业者合作，伫各岛服务区要来卖毛仔的便当，刺激国内消费。最主要是因为原本外销日本的加工毛仔，最近是比袂过中国以价小较低美洲毛仔来竞争，抢超市的市场，外销量明显萎缩。因为大陆的东西很便宜嘛，他们补贴嘛。现在加工鳗的市场，在日本的市场大概都给大陆这个取代了。唔但是加工的毛仔，销日本的活毛仔嘛特别失去价销的优势。业者指出，这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航空运费大起3倍，外销量一度顶剩1/3。好在在去年业署有补助部分的运费，佮加上业者家己吸收部分，才互外销量佮重新回稳。但是真烦恼，运费补助都要伫5月底来结束。说我们很担心，是不是在6月1号开始以后呢？是不是整个量又要萎缩下来？就是大家都是很为力啦，很辛苦的在维持这条路线。对，针对毛仔外销量减少，爱来拼内销，毛鱼发展基金会指出，就连国内毛袂少加工业者是属于地下工厂的形态，和合法业者会当讲是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处境。呼吁政府会当要求国内毛仔产品清楚来标示，保障合法业者的生存。记者林桂俊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也毋过外海囡仔可能对海无啥熟悉。台南昆新国口有办活动，希望互囡仔会当认捌故乡、认捌大海，了解保护海洋甲永续渔业的重要性。囡仔人真认真咧听老师上课，毋过这节课是真特别，竟然有鱼仔出现伫教室。这是台南昆新国校举办的实鱼课程。比较特别，有一个青山渔港，那当天又有一个渔获当天每天的下午2点有渔获拍卖，所以就把这个元素把它导到我们的一个食鱼课程，所以我就可以帮他规划所谓系统式的食鱼课程，这在全台湾也算是第一次有学校这样做。虽然昆新外海，毋过一些学生也是对海洋无啥熟悉。老师透过美术、游戏等实际的操作，互学生了解海洋的文化。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学会了怎么杀鱼，然后跟煮鱼。一开始我还不敢摸鱼，然后自从上了这个课程之后，然后回家后都想要再煮给家长吃。这节课互原本会惊鱼仔的学生慢慢接受鱼仔，希望这款课程通传承渔船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的水南国中是英语、双语示范学校，为着要落实双语教育，学校的外国老师是带学生囡仔去社区，对校外教学，哪认捌家己的故乡，哪学英语。对台顶外籍老师的动作甲口号，学生囡仔拢算甲真欢喜。这是云林最灿烂的水南国中，是云林沿海头一间英语的双语示范学校。为着要实践双语教育，水南国中佮特别甲文政国小合作，安排校外教学，互外籍老师带这的学生到社区行踏。在我们学校很少看到外师，这次来我觉得很新奇。他带我们玩了许多游戏，我觉得非常好玩，很有趣，因为可以把原本室内的课程，然后移过来，在外面走动，也可以学到很多历史的古迹，让我们更了解水林。
除了要落实双语教育，水南国中也借这个校外教学的机会，请校友来带这些学生认捌家乡的历史、文化加建筑。I think that this is a very good.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学生能够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能够走入乡间去了解他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历史跟文化，也能够让学生激发他们就是学习的一个动力。英语的双语的教学，然后顺便配合地方的一些古厝啦、文物庙宇啊，希望同学们能够把英文生活化，而且很自然而然就能够跟外师来做沟通。人讲愈在地就是愈国际，水南国中结合双语教育甲认捌在地校外教学，就是希望这学生唔但爱培养未来通好走向国际的英语沟通能力，也该知影通珍惜家己的根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型航空企业工会召开记者会，表示3月中的时，工会甲公司进行团体协约的协商，要讨论工时。也毋过，公司单方面改变上班时间，违反团体协约，要求劳动部爱出面宣布公司违法。也毋过，中型是驳回讲，这是工会在抹黑公司。中型航空公司企业工会伫今年3月12日，甲中型公司展开团体协商程序，讨论工时等等问题。不过，工会指出，中型公司伫3月25日单方面宣布，5月通机场地勤的长底班制度要来调整，取消底班的制度。工会讲，机场地勤的特别休假是以点钟落去算，平常时的工时有6点钟底班甲8点钟长班的差别。以3天特别休假来讲，会产生24点钟的特别休假。24点钟若是拢请底班，会使得到4天的休假。但是即马中型甲底班取消，剩长班会只剩3天的休假。这个改变会影响到1000人左右。长荣航空公司不应该也不可以在我们在送出协商的之后呢，就片面的没有经过任何团体协约的讨论之下，就直接变更我们要申请协商的事项。这个劳动部能不能表态说，长航空这样子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是违反不当劳动行为的？我们一定要调查结果，它是不是跟你上面所说的一样？那当然就是违反诚信协商，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工会表示，受疫情影响，公司有经营压力，但是工会是愿意甲公司来讨论因应对策。但是希望公司先把制度改回去。公司应该要先退回到我们原本的长短班的工时制度，然后再就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情况来做讨论。比如说，公司你真的觉得有成本上的考量，那你提出成本的数据，那我们再就整个环境的一个状况来做讨论，说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去协调出一个劳资双方都可以承担的那个模式。中型航空公司表示，底班较接出现加班的情形。固定8点钟的长班是会使予员工较稳定的工作时间，而且对于2018年开始就咧豆豆取消底班的制度，而且过程当中嘛有宣导，工会是伫今年才提出团体协商，主动调整的进度。中型批评工会这是咧抹黑公司。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家己是农业大官，除了积极咧做农业转型，学校嘛一直咧推广食农教育。过去是逐间学校家己做，即马有成立一个正式的平台，分享学校食农教育的成果。鹿草国校嘛成立家己关头一座食农教育资源中心。教室内底的囡仔当咧算食农教育主题倒算，外口阁有各种无同的食农教材。家己关为着配合食农教育的提升，除了有新启用的食农教育中心，未来新农嘛要入来学校内底直接教学生上课。我们会把所谓的生态、跟生产、跟生活融入在一起，然后教导小朋友如何的去珍惜食物，然后去感恩食物。在这食农教育资源中心还没开始之前，其实在乡下地方，大家都一直希望借由小农一直汇集的。提供不同的资源，然后带动整个我们这个比较偏远弱势的乡镇。家己关食农教育第一阶段以感谢土地、珍惜食物为主题，食农教育资源中心的成立，除了替食农教育升级，嘛要整合资源、举办活动，希望改变一寡家长对农业的看法。人讲袂晓读册去种田，所以就变成说种田好像是最不得已的。可是我们透过这些青农他成功的一些经验他可以带进来给孩子
未来多一些选择，从事农业也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将来。希望讲大家也在投入这个农业，从小扎根来这个食农教育，进而到以后这一代小朋友可以把我们自己可以发扬一个在地的本土品牌，推广到国际去。嘉义县所在看，山区甲海区的农业发展拢无相像。学校表示，这个资源中心会当分享山区甲海区学校推广食农教育的研究甲成果。县内学生囡仔透过这些资料，会当更加了解嘉义县的农业发展甲土地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立法院进前有成立推广台语汉诗吟唱社团，即马嘛甲民间团体公司台语台做伙举办台语汉诗吟唱比赛。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曾格林，吟唱东条后期诗人李尚温的诗，替台语汉诗吟唱比赛宣传记者会起稿。这项比赛是民间发起，立法院甲文化部、教育部分任县政府来补助，包括公视台语台等等的媒体来协办。参加记者会，立法院长尤锡坤嘛表达对台语严重流失的感慨，嘛讲到30年前主张解放本土语言初期的一段故事。我1990的时阵，我会记，我6月26，县政府一张公文，予各学校解放本土语言。第二，搁落迄个9月开学的时阵，竟然搁要有人发蛙跳200。打一个囡仔，互钓200，县长的囝。尤锡坤讲到过去推展母语的困境，嘛表示即马台语面临正大的危机，若无搁拍拼，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就要开始做一寡代志。伊嘛表示，即摆的比赛开放资格对国中3年仔到高中，上主要是希望参加的学生通使用台语吟唱学校内底学到的唐诗宋词。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家字，所以咱念一遍，吼。第二部分就是你的声韵，第三部分就是你的仪容，服装仪容啦吼，你的仪容甲你的台风。洪世博表示，会针对这几个标准来评分。比赛对5月初3到7月30来受理报名。初赛开放学生录影片，主办单位会先选出30名参加伫婚林3首园的复赛，20名进入10月初2伫公司台语台录影的决赛。10月中伫立法院公布得奖者，奖金上悬20万。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生活伫暗搜搜的所在，唔知影时间，唔知影即时暗时是啥物感觉。发觉有15个人，因去一个黑暗的山洞内底生活，因无手机啊，无手表啊，度过40天。这项实验或者深度时间的实验，来研究人的脑是安怎运用，目的是要替人类未来的太空进步、太空生活先做准备。15位志愿者完成实验，40天来第一遍行出洞外，接触外口的人甲世界。因为因的目睭已经正惯习黑暗的环境，所以就要戴特殊的黑目镜，才行出来晒日头。因伫这段期间，甲外口拢隔离，看袂到日头晒、日头落山，枵就食，忝就困，无一天24点真久的感觉。生理时钟拢有变化，一开始大家做事的时间差真多，不过到后期正神奇，大家拢共步化，只是一天的周期扭长到32点钟。你知影已经过40天啊，拢真意外。Bel et bien, alors que c'est un cycle qui n'existe pas dans la physiologie classique, c'est parce que c'est le cerveau qui a eu cette volonté de pouvoir se synchroniser. Et donc, on a là une première surprise, et il va falloir maintenant analyser comment ce mécanisme s'est mis en place. 这边实验是伫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的山脚，400公尺深的隆布里夫洞进行。计划创办人克洛特找来自各行各业7男7女，早食的物件入去闭关。这项实验要夺得的证据，因为身心一个压迫无自然的环境，可能会造成损害，所以拢爱带感应设备回传生理甲心理的状况。正中后期也拢有做认知能力的测试。Pour une fois dans notre vie, c'est comme si on pouvait mettre sur pause, tu vois. Juste vivre, faire nos tâches, etc. Ça fait que ça c'est quand même super. 这项叫做深度时间的实验，是法国人类适应研究所开140万欧元进行。
总办人克洛特认为，新冠疫情封锁期间，真侪民众的生活步调彻底改变，有必要研究时间甲空间向向改变对人类身心的影响。另外，对神经伦理的研究，正像是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内脑有问题、脑会光的镜头，要参考的记得。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非洲马达加斯加南部因为可汗加上疫情，粮食欠缺，真侪人是真正枵甲食土。联合国是讲，当地有8成的人口是靠食糖、食树叶啊活落去，需要国际社会斗相共。一个囡仔骹手拢正瘦，腹肚胖胖，手内摕一个片碗来面空空。做妈妈正伫咧烦恼讲，后一顿唔知敢有通食，连牛拢瘦甲白骨看现现，行袂叮当。这是非洲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南部地区，因为几多年可汗欠粮食，民众要加黏土泡水摕来食。People have had to resort to desperate survival measures such as eating locusts, raw red cactus fruits, or wild leaves.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伫頂禮拜五講，馬達加斯加南部舊年9月開始就135萬人伫咧飢餓狀態，有8成人口是食糖過日子。這種情形伫咧過去4個月更加嚴重。世界糧食計劃署講，原本舊年11、2月是種植嘅季節，因過因為可汗加雪連暴嘅影響，無止通種，演變成這無收成嘅惡性循環。今年糧食嘅產量可能是無到過去5年平均收成量嘅4成，因此嘛要募款7500萬美金，也希望各界鬥相共，唔當讓這場人道危機繼續惡化。公司新聞徐婉玲編輯。海龜閣合作美人魚，佇美國嘅佛州，今年到今已經有600多隻死去，是過去嘅3倍。主要原因是污染，也閣互水面上嘅船隻弄死。這隻海龜每一粒菜入咧食正高水。非洲坦帕動物園嘅海龜保育中心最近有20幾隻受傷嘅海龜送來，有一寡身軀頂有互船弄過分裂，有的是因為水質污染中毒被救起來，經過保育人員嘅照顧，慢慢恢復活力。The biggest reason that we see animals come to our hospital is actually for boat strike injuries. They're very vulnerable to boats. They live in shallow water. About 10 feet or less is where they like to hang out. That's where their seagrasses live that they need to eat. So when a manatee is coming up for a breath, that's when they're usually vulnerable and get hit by a boat. 海龜是水中嘅哺乳動物，是食草嘅，性地真溫順。普通時伫咧淺海科學活動，每5分鐘才浮起水面喘氣，不過因速度真慢，時速只敢若8公里，浮起海面喘氣時陣，定定互船弄到，有的口甲規身軀攏是傷，有的甚至死亡。自1月到即馬，當地有674隻海龜死亡，是過去同期嘅3倍。I know our food supply has been dwindling too, and there are a lot more people moving to Florida, so we're just having a lot more issues environmentally. 除了互船弄到，若是农地路肥路伤濟，一路好了，肥料養分攏流入海洋，藻類就碳傷濟，形成有氧化紅雕，造成水質污染，海草就較袂生，海龜就找無海草食，對因的生存是正大威脅。當地甚至有一間廢棄的肥料廠，加大量的污水排海洋，引起保育人員的關心。因也希望人類在享受非洲豐富水上活動時陣，上好速度放較慢的，注意講是毋是有海龜出現，留一條生路予因。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來關心今仔日各地台溫度，佇北部溫度上低23度，上懸31度；佇中部溫度上低22度，上懸31度；佇南部溫度上低23度，上懸33度；東部溫度上低22度，上懸29度。外島是19度至28度。感謝向天收看，祝向天順心，明仔再去9點，咱再會。